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6日，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6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72天。根据这个战争研究所的说法俄罗斯军队最近在库尔斯克州和查西夫亚拉、托雷茨克、波克罗夫斯克、克拉科夫和维利卡诺沃西尔卡附近前进。乌克兰军队最近夺回托雷茨克附近丢失的阵地。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希尔斯基宣布，他已下令进一步增强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力量，增派了原本驻扎在卡霍夫卡方向乌军第23独立安保旅和第3独立斯巴达特战旅，同时撤下第3特战支队以进行整补。根据这个希尔斯基的说法乌军目前占领俄罗斯的叫库尔斯克一共是1097平方公里领土。这个希尔斯基最近对媒体说没有一个国家是靠防御能够取得胜利。那言下之意乌克兰要取得胜利，恐怕还要发动新的一轮进攻，而且这个进攻还不一定是在库尔斯克，就是按照这个希尔斯基的说法，那乌军很有可能在布良斯克或者比尔格莱德或者其他地方要再次发动这个反攻而且在这个库尔斯克乌军目前很快要占领这库尔斯克的首府。最近这个乌军他们主要是摧毁这个俄军的前线指挥部，好像是第29集团军的指挥部被炸了吧。炸完之后，乌军就发现这个俄军在前线基本上处在一个瘫痪状态，就是各个团之间呢相互配合就出现问题。俄军的这无人机都很难起飞因为这个乌军还有强大的电磁干扰和压制俄军现在只能靠这个叫光纤无人机，也就是像放风筝一样那后面跟着一根线，那这个可以抗这个电磁干扰，但是你这个能飞多远？这个东西恐怕没有办法像那个以前的那种无人机那么自由，可以大批量的使用。你这种光纤无人机那你恐怕使用的数量有限，而且也受限制这个飞行的距离，这个大大受影响。根据乌克兰方面报道在尤纳科夫卡和米罗波利地区，实际上就是苏梅州和库尔斯克边境地区这些道路完全处于乌军的无人机控制之下，道路上的俄军车辆被轮番进行打击，给俄军的后勤造成重大损失在库尔斯克一队朝鲜士兵在树林里集结，整装待发准备去哪儿执行任务，被225独立营发现，然后立即呼叫海马斯。这个海马斯携带集束弹头对朝鲜士兵集结地进行了全面覆盖，现场惨不忍睹。大体上双方在战场上还是相持的状态，战线的变化都不是很大。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2025年1月，英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木鹰防空系统，这一专为乌克兰战场需求设计的系统将改变战局。这个木鹰可以说是完全是为乌克兰的这个战场设计的，它在这个乌克兰的防空方面的作用很有可能要超越 F-16。可以说英国为了乌克兰的这个国防，为了乌克兰的这个防空也是操碎了心这个美国的新任国务卿这个卢比奥宣布美国对外所有的援助暂停90天。但是1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摩尔多瓦总统3度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未停止，也就是说他这90天暂停的援助不包含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美国五角大楼的证实五角大楼周四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不受最近对外国援助令的限制，因为它只适用于发展计划而不是军事援助。这意味着拜登政府签发的乌克兰武器合同仍然有效。听到这个消息这些黄俄云孝子心都碎了我还记得2023年年底的时候，这美国参众两院为了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在那互相掐，导致给乌克兰的援助中断，援乌计划得不到通过。加特老师欣喜若狂说美国抛弃乌克兰了。结果第二年2024年3月份，美国的众议院就通过了。这加特老师如丧考妣比死了亲爹还难受这次也是的这
个特朗普一上台，就好像要给乌克兰施压，这个卢比奥更是跳得高啊，要暂停对外援助90天，黄俄又是欣喜若狂啊。结果你看看，根本就不影响对乌克兰的援助，这黄俄的心呐都碎了一地啊，这个特不靠谱啊，也真是不靠谱啊。1月25日消息，过去3年，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1912亿美元的援助。此外，根据乌克兰财政部和基尔大学的数据计算得出，其中一半以上是由美国分配的。据称啊，2022年2月至2025年1月中旬，北大西洋联盟仅有32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1912亿美元的支持，用于乌克兰预算社会支出的财政援助达433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约134亿美元。与此同时，价值1334亿美元的武器被转移到乌克兰。对乌克兰援助金额大约54%由美国提供，尤其是美国是乌克兰武器和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供应商。美国援助武器是689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是37亿美元。德国则向乌克兰拨款170亿美元，占北约国家援助总额的9%。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资金148亿美元，占援助总额的7.7%。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乌克兰特使啊，凯洛格，他对媒体说啊，他说我们已经多次讨论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购买武器的问题，目前约有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被冻结。按照这个凯洛格的说法，就特朗普正在考虑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购买武器。我们再看看啊，这个特朗普啊和地保老人两个人居然互相吹捧上了。首先是地保老人啊，现在激进啊，拍马屁真能事啊，狂拍特朗普的马屁。怎么回事呢？首先是特朗普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谈到了俄乌战争。这特朗普说啊，泽连斯基不是什么天使，他不应该让这个战争发生，他不应该跟俄罗斯打仗。他说俄罗斯人太多了，强太多了，就是俄罗斯强大的太多，第二军事强国嘛。说泽连斯基不应该打，泽连斯基却决定要反抗，他要当勇敢的英雄。然后这个特朗普还说啊，俄罗斯有3万辆坦克，泽连斯基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能打？说乌克兰一马平川，一颗子弹打过去飞几英里，碰到人才会停下来。这个特朗普可真叫有意思啊！他还说啊，如果当时他要是当总统啊，不是拜登当总统啊，他当总统，那么俄乌战争就打不起来。所以特朗普说的话呀，不能当真，他恐怕是为了谈判啊，就两边互相施压，一会儿告诉普京，对吧？你完蛋了，你再打下去，俄罗斯就被拖垮了。俄罗斯现在通货膨胀已经打不过了，今天又反过来说泽连斯基，对吧？你不要反抗了，你要当英雄，你打不过俄罗斯啊！这种满嘴跑火车啊，这种商人的这种特质啊，也叫一览无余。明显的啊，就是随口来，满嘴跑火车。俄罗斯的3万辆坦克现在在哪儿呢？泽连斯基什么都没有，但现在是在俄乌战场上，乌军用的武器1/3由乌克兰自己生产了。你看那些无人机，那些攻击俄罗斯腹地的那些导弹，都是乌克兰人自己生产的。乌克兰一马平川，那到现在俄罗斯才占几个地方，乌克兰还进入了库尔斯克。但是啊，你要考虑到特朗普他要恐吓普京，所以你也没办法批评特朗普，反正他是两边忽悠啊，两边施压啊，就是一个狡诈的商人。泽连斯基怎么说呢？1月24号说，泽连斯基表示啊，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操纵美国总统特朗普。泽连斯基特别指出，普京想操纵美国总统特朗普实现和平的愿望。这个显然是在特朗普啊说泽连斯基不是天使之后啊，泽连斯基发表了这个观点啊，他认为啊，普京已经操纵了特朗普，比较委婉的批评特朗普。这个特朗普还恬不知耻啊，说如果在2020年成功连任，乌克兰危机就可以避免。特朗普这个观点啊，居然遭到了普京的双手赞成。1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俄罗斯记者扎鲁宾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着务实互信的关系。普京还对特朗普关于乌克兰冲突在其任下或不会发生的言论表示赞同。大家看视频啊。С нынешни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США у меня всегда были деловы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деловые, 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акие и доверительные, я бы сказал. И я не могу не согласиться с ним в том, что если бы он был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если бы у него в 2020 году не украли победу,
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не было бы т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а Украине, который возник вот в 2022 году. 这个典型的是不要脸妈妈给不要脸开门啊，不要脸到家了，就互相往对方脸上贴金呢。可见啊，这个地保老人也不是什么硬汉，身段非常柔软。这一看这特朗普，对吧，递了一根骨头过来，那赶紧过去接着，叫借坡下驴了。前面特朗普劝降，他也不当回事了，是吧？这个普京啊，还忙着给特朗普拍马屁、戴高帽子。他说啊，不认为特朗普会制裁俄罗斯。特朗普是一个聪明人，但是很难想象特朗普会做出有损美国经济本身的决定，对吧？这特朗普啊和普京的这种互动啊，给人感觉这两人又是臭味相投啊，鱼找鱼，虾找虾呀。还是这个美国总统俄乌问题特别代表凯洛格啊，他24号说啊，他说世界无法仅仅通过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强迫俄罗斯结束战争。他表示啊，应对措施可能是对俄罗斯石油工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俄罗斯从石油销售中获得数十亿美元，限定价格降至每桶45美元，这个比拜登政府现价60美元要低得多啊。他说这是基本的盈亏平衡点，将大大降低俄罗斯战争经济支撑。也就是特朗普很有可能啊寻求沙特啊、中东这石油输出国啊这种合作啊，集体啊打压这个油价。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上已经向沙特喊话，要求沙特，对吧？你们降低油价。从这个普京的表现来看，确实啊，普京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虽然这个特朗普说话满嘴跑火车，但是啊，有很多部分是可以被他利用的，对吧？说的不好听的，他就当作没听见啊，表示啊，特朗普不会那么傻，对吧？特朗普不会做有损啊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哎，就这么搪塞过去。哎，对他有利的，他马上抓住，大做文章，开始吹捧这个特朗普啊，跟特朗普一唱一和，惺惺相惜啊。这个普京啊，给特朗普疯狂的投喂糖衣炮弹，麻痹啊特朗普的神经，放松特朗普戒备的心理，从而达到啊操控特朗普的目的。哎，任何一个人都会享受拍马屁啊，对吧？特朗普以前看普京的眼神，那是非常崇拜的。这个冯德莱恩还是谁啊？很多人都说特朗普害怕普京啊，还有那个英国的那个前首相约翰逊也说，还有这个美国的那个以前那个女议长啊，都当面说特朗普啊崇拜普京，害怕。某种程度上啊，特朗普也把普京当作自己偶像的这种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自己的偶像表扬自己、夸自己，他很容易就头脑发热，哎，就某种程度上受到普京的操纵。哎，这个就是泽连斯基说的。这个乌克兰人呢，那就更狠了啊！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伊尔马克指出啊，对俄罗斯石油价格实施限制，并推动其进一步下降，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实际上，从大国角度来说啊，全球的油价下降，那肯定是好事啊，因为我们是石油进口国，需要大量的能源。如果全球油价便宜了，大家想一想，对吧？就我们开车的韭菜，好歹啊，一升油能便宜个块2、8毛的，它降到30美元一桶啊。伊尔马克表示啊，我们制裁团队提议将石油价格设定在每桶30美元，现在好像70还是80美元。说同时强调了加强制裁力度的重要性。伊尔马克还表达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降低油价愿望的支持啊，我们也支持啊油价下降。除了啊，黄俄都不开车嘛，好像加州老师也不开车，胡锦老师也不开车，恐怕他们是坚决反对啊这个特朗普啊和这个欧盟还有中东这些国家打压油价，反正一切不利于俄爹的都不能干，对吧？只是自己人吃点亏都不要紧。但是俄爹怎么对待黄俄的呢？让人尴尬的事情又发生了啊！昨天啊，咱们也介绍了，今天有很多媒体报道的越来越详细了啊！你看，叫突发俄罗斯对中欧班列全面检查，大量大国货物被没收，附禁运清单。说近期从大国经由俄罗斯发往欧洲的中欧班列铁路集装箱遭遇俄罗斯全面检查，这源于俄罗斯去年10月通过的决议，针对过境货物制定了禁运清单，主要涉及军民两用商品。检查致使大量集装箱积压，若发现禁运货物，集装箱将暂停运输，接受查验，货物会被扣留没收，额外费用由发货人承担。部分外贸人反映，男士夹克等零售商品也在检查范围内，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月9日，大国俄罗斯外交部会议后，部分集装箱获放行，但仍有大量集装箱堆积在斯摩棱
文斯克说，不少外贸企业为避开俄罗斯检查，转向走向南通道跨里海运输走廊。不过，该线路因红海危机存在安全隐患。这个黄俄又打脸了啊！黄俄不说红海是自己人吗？那胡塞武装都是自己兄弟啊，穿拖鞋的，那专门打老美的航母的，那都是自己人。人家说了不打大国和俄罗斯的船，那怎么外贸人不走红海呢？担心红海危机呢？这个黄俄这脸又被打得啪啪响，说俄罗斯海关还宣布扣押一批装有乌军制服的集装箱。禁运清单方面，2024年10月15日通过的1374号决议，以及2022年3月9日的313号决议规定了禁运货物常见的如发动机、集成电路、特种服装和鞋类、雷达等，对吧？人家就专门拦路检查，对吧？大国到欧洲的这个专列啊，通过俄罗斯啊，这回完蛋了，对吧？人家就是针对你干的。这就是为什么啊，大国千方百计的绕过俄罗斯啊，到欧洲啊。那个特朗普天天喊着要给大国加关税，他上台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加，那俄爹不声不响的呱唧给他加个55%，这些黄俄屁都不放一个。特朗普已经被骂惨了，但是人家没加呀，这俄爹悄无声息的先给你加了，叫先加为敬。不过现在俄爹也是内外交困啊，外部环境俄爹这儿也是越来越恶化。首先是亚美尼亚，人家要送这个俄军啊离开亚美尼亚。1月24号，亚美尼亚外交部副部长汉尼斯扬表示啊，亚美尼亚当局必须在没有第三国参与的情况下独立控制该国边境。什么意思啊？第三国就是俄罗斯啊，也就是说亚美尼亚我要自己管边境了，你俄罗斯人呢赶紧走吧。而且亚美尼亚现在铁定了心啊，要加入欧盟。亚美尼亚国民议会议长新闻秘书叫哈鲁图尼扬表示，亚美尼亚国民议会将于2月审议该国加入欧盟法案，要彻底的跟你俄罗斯分道扬镳。大家记住了，亚美尼亚现在还是吉安组织成员呢，这么就是迫不及待了。还有啊，这个叙利亚新政府啊，那就更厉害了，这个毅然决然的终止俄罗斯对塔尔图斯海军基地49年的租约，人家终止了，这个地方不借给你俄罗斯了，迫使俄罗斯海军撤出其重要的地中海枢纽。这项由阿萨德政府签署的协议包括俄罗斯的5亿美元投资，而现在这笔投资将打水漂。这个叙利亚新政府啊，不仅把这个港口租借协议给它终止了，而且啊还把这个俄罗斯的工人给赶走，把他的设备给扣留。有媒体报道啊，这个前往塔尔图斯港的这个俄罗斯的船呢，去拉设备的船没有办法靠岸，就是叙利亚人不让他靠岸，有多远滚多远呢？你说地包老人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不过啊，这个俄罗斯在外交方面啊，也有很多重大的胜利啊，不全是失败和丢人。最近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消息表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拉萨塔签署了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联合声明。你看，这只是俄罗斯外交的突破啊！大家想象一下，俄罗斯现在外交是面临全面封锁啊，对吧？他找谁都不理他，他以前的小兄弟都是分道扬镳，什么亚美尼亚，什么这个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什么阿塞拜疆，那都是离俄罗斯越远越好。你看看这叙利亚变天了，伊朗呢那是同床异梦，都是老乡见老乡，背后来一枪。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啊，这个俄罗斯取得了这样的外交成果，实属不易。跟这个马达加斯加签署外太空部署武器联合声明，就是不首先在外太空部署武器来对付对方，这个也挺难为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请这么一个群众演员又得花钱呢，粮食不少给啊，油也得不少送啊。你说马达加斯加他有外太空武器吗？你倒是让他部署，他也部署不了吗？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这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但是没有关系啊，为了彰显这个俄罗斯大帝这个外交上的突破，大帝要面子，对吧？普京是个好面子的，所以跟马达加斯加签署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联合声明，也难为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了啊。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现在恐怕是面临倒闭啊，要破产。该公司抱怨缺乏资金，并要求俄罗斯将天然气价格提高数倍，以弥补停止向欧洲出口后的损失。俄气战略部门负责人阿列克谢·萨哈罗夫表示有必要将独立生产商的天然气运输资费提高近3倍，从每千立方米每100公里62.5卢布提高到170卢布，就是提高3倍啊！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学会了涨价去库存呢，这不赚钱那就涨价就赚钱了。既然对吧，给欧洲卖不了了，对不对？北溪1号、2号炸断了，然后经过乌克兰的这个管道呢也给切断了，往欧洲卖不了了，那只能往某些国家卖，他也觉得便宜
宜了，你得加价。怎么加价呢？我这个气啊不加价。你看啊，它这算盘打得特别好啊，因为从俄罗斯往欧洲运呢，这个距离近嘛，对吧？我这气价格不变，但是我这运费我要是加价，好嘛？你说从那个俄罗斯的西部要运到大国，你这多远？这一下啊，给大国的天然气恐怕价格叫翻倍。你管道运输那个气是要成本的，他要收你那个钱，对吧？每立方米气它价格可以不变，运费涨3倍，哎，就问你服不服？所以你看啊，咱们早就说了，这个俄爹啊，他一定会转嫁他的战争成本，哎，只要他还有那个能力啊。当然了，如果他肢解了，他没那个能力，他没办法。只要他还维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还这么大一个版图，他最后一定会把他的损失啊转嫁到某一个国家头上。那他叫屡试不爽，他现在不就开始查你的货物吗？你所有路过他的货物到欧洲的都给你扣下，对吧？以后还要加钱。你看又忽悠大国跟他一起搞什么北极航线，俄爹呢是纯粹是空手套白狼，他没钱，等着你来投资，等你把它投资好了，这航线搞通啊，那行了，也只有你这一个国家在跑，那人家想收多少收多少，但缺钱了就给你加价，就这么简，就这么朴素。那黄俄对俄爹呢，那是一片孝心呐。加特老师、胡锡进老师、维欧老师对这个从来不说个不字，觉得这都应该的，哪有儿子不孝敬父亲的呢？对吧？这个当爹的只是要点钱，又没要你的。从目前这个情况看啊，迪波老人是准备死死的抱住特朗普的大腿啊，后面啊如何演绎，咱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